你好，我係 Christina，我哋依家一齊嚟睇下2025年3月24日至2025年3月28日嘅美國股市市場分析同預測。美股近期受到關稅憂慮困擾，整固期似乎仲未完。雖然特朗普喺關稅上嘅言論有所收斂，但市場嘅擔憂依然存在，導致道指喺45,000點以上見頂後反覆回落，本月最低跌至40,662點。預計本星期會有小幅反彈，目標大約喺43,200點。美國經濟數據雖然顯示穩健，但不確定嘅關稅政策影響緊投資者情緒。恐慌指數雖然仍然處於低位，但跌勢已經放緩，市場氣氛有機會由防守轉向進攻。摩根士丹利策略師 Michael Wilson 指出，美股嘅劇烈波動可能會持續到今年下半年。近期，由於跌息效應，基金減少對美股嘅配置，轉而增加對港股嘅持倉比例。不過，隨住黃仁勳喺 AI 大會上嘅最新發言，基金配置有機會再度調整，呢個對港股前景可能唔太有利，但對美股可能有幫助。儘管指數經歷咗中度調整，但如果關稅同經濟風險釋放，市場可能會迎來反彈。市場對息口問題暫時未有太大擔憂，但美股估值已經偏高，應該仲要進一步調整。過去3個星期嘅調整接近尾聲，短期內可能會見到反彈。不過，市場走勢變幻莫測，特別係4月初關稅問題，可能會令美股再受壓。鮑威爾嘅言論同特朗普嘅靈活處理，有機會穩定市場信心，但仍然要睇道指可唔可以受惠於貿易戰緩和帶嚟嘅利好因素。雖然美股喺急跌之後上星期有回穩，但整體走勢仍然偏弱。市場仍然受到美國經濟不確定性同特朗普關稅計劃影響，投資者對貿易戰嘅擔憂加上地緣政治風險，都影響緊美股短期表現。特朗普喺社交媒體提到關稅影響可能會對經濟帶嚟負面影響，聯儲局減息嘅可能性變得更加不確定，市場對經濟放緩嘅擔憂進一步加深，預計美股喺高位會面臨進一步調整。整體嚟講，美股仍然面對持續調整壓力同市場不確定性，投資者要謹慎應對市場波動，同時密切關注政策動向同地緣政治風險，適時調整投資策略。